后来，过来是行政院的前院长赖清德到日本访问，早暝回国，有一大群的支持者到高雄机场甲接机。针对郭台铭点名，讲赖清德是麻烦的制造者，赖清德来回讲，将来都无人讲伊是麻烦的制造者，若是有，就是中国的政权尔。今仔日赖清德嘛甲访日团的成果向国人来报告，讲未来台日双方会进一步加强合作，创造双赢。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去日本访问就回国，伫机场就受到真侪支持者的欢迎。支持者一直喊赖总统，包括立委郭国文甲真侪位台南市议员拢到现场接机，互赖清德露出灿烂的笑容。我有信心，咱明年总统的大选得到胜利，保护台湾。针对嘛要参选总统的郭台铭，讲伊是麻烦的制造者，赖清德不以为然。从以前到现在，没有人称我是麻烦制造者，如果有的话，就是中共的政权而已啊。那其实郭台铭先生的麻烦是他自己造的，没有人有办法替郭台铭先生制造麻烦给他。赖清德嘛认真准备要向国人报告这摆访问日本交流的成果。前往日本访问，原打算要拜访的人都有拜访到，想要讨论的议题也都有经过深入的讨论，成果丰硕。赖清德访问日本，除了甲真侪日本国会议员交流以外，前后有拜会海部准秋、野田佳彦、森喜朗三位前首相，请教台日的关系，展现出伊惊人的人脉实力甲个人气。